为什么教师和知识分子曾经被称为臭老九？其实这个典故始于元朝，后来清朝的赵翼在《该于从考》中记载：元至，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医、六公、七将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。其中的九儒也就是知识分子，其地位仅高于乞丐。因元初废除科举，导致文人晋升无门，儒生的地位可以说无异于乞丐。元朝职业等级实为特定历史背景下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产物。铁蹄踏出的帝国不愿让普通民众有思辨能力，所以刻意打压读书人。元朝最终还是在98年的统治后被赶出了元大都。